亞納群島嘅塞班島入邊咧，災情非常嚴重。深一刻咧落嘅大雨導致洪水泛濫，樹木連根拔起，電線桿冧晒。島上面唯一間醫院咧遭受咗嚴重洪災，一啲嘅大型度假村咧，啲備用發電機啊、氣象設施啊，全部都故障晒。喺蘇蘇佩村，狂風掀翻咗一個商業建築嘅屋頂，仲要截斷埋樹枝。塞班島同天寧島斷電斷水，許多道路都塞鬼住晒。居民報告話，鐵皮屋嘅屋頂都被掀翻。而最終影響方面，財產損失至少2300萬美元，死傷人數17死5傷1失蹤。影響地區除咗呢一個嘅馬里亞納群島，仲有麥克羅尼西亞。See you again.